大家好，我係 Alex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本好書《The Power of Habit》，作者係 Charles Duhigg，一位得過普立茲獎嘅紐約時報記者。唔係講學術理論，而係深入訪問咗無數專家、科學家、企業家、心理學家，想揭開習慣背後真正嘅運作模式。呢本書喺 Amazon 長期喺暢銷榜之上，Goodreads 超過72萬人評分，平均有4.13分，人氣真係唔講得笑。唔同一般教你點 keep 住有動力嘅書，Charles Duhigg 係俾你一個 framework 去理解你自己嘅行為背後嘅模式，學識點樣拆解佢，然後重新設計翻。咁佢提出咗一個概念啦，90%嘅人生呢，其實都係自動駕駛模式啊，靠習慣行先嘅。所以掌握咗習慣就等於掌握咗生活。書一開頭講咗個好有趣嘅例子啦，Febreze 大家都聽過啦，美國保潔公司出品，本來主打除臭，但一開始賣極都賣唔出。點解？因為用家根本習慣咗屋企嘅味道，覺得冇問題，亦唔記得每日噴。後尾佢哋改策略，唔再講除臭，而係講清新感覺，即係打掃完噴一噴，變成一個 daily ritual。呢個細微改動，竟然令到產品變成億萬級，都係講得好清楚啦。習慣形成其實係一個循環，cue routine reward，即係話要改變習慣，唔係靠邏輯，而係要識設計呢條路線。好簡單例子，你放工翻到屋企就攤喺梳化度開 Netflix，其實翻屋企就係 cue 開電視係 routine，放鬆就係 reward。我有個朋友 Yuki 成日話想戒甜品，但每日下晝3點就走去買 M 記雪糕 refresh 自己。後尾我叫佢試下換做飲薄荷茶，加5分鐘散步，一樣 refresh 到冇咁多糖分。後尾真係成功戒咗。而改習慣一定要強行 cut 掉，而係換個新 routine 出嚟，保留原本嘅 cue 同 reward，個腦就冇咁抗拒，成功機率大大提升。咁書中另一個好精彩嘅例子係 Alcoa 鋁業公司 CEO Paul O'Neill。咁上任之後冇講營收，冇講市場，只係專注一樣嘢，員工安全。佢每日開會淨係睇安全報告，出現危險即刻處理。結果整體效率上升，內部溝通改善，團隊凝聚，最後幾年內股價翻幾倍。重點係改變文化唔需要一鋪過，而係揾一樣有象徵意義又容易做到嘅開始，慢慢擴散。我自己試過啦，喺 startup 做主管，想大家主動啲溝通啦，試咗好多方法都唔掂啊。後尾我設計咗個簡單制度，每日 stand up 前每人30秒講下近況，冇壓力但係有制度。結果大家慢慢開始打開心扉，連同理心都高咗。咁最後講翻個重點啦，習慣係唔會消失，只會被替代。腦入邊已經形成嘅習慣路徑，唔會因為你唔做就冇咗。咁啊，即係好似戒煙啊、減肥啊、戒手機啦，係如果冇設計一個新 routine 嚟接替呢，遲早會打回原形。我以前一瞓醒就開 Instagram，但越睇越係，後尾改咗做播5分鐘冥想音樂加睇5頁書，堅持咗2星期。Instagram 已經唔會手痕開嚟睇，你可以試下寫低你想改嘅習慣背後嘅 cue routine 同 reward，然後設計一個新 routine 去接替佢。只要 reward 仲喺度，你個腦會更易接受，習慣改變就更持久。讀完 The Power of Habit 之後啦，我最大嘅領悟啊，就係原來我哋以為嘅選擇，其實大多數都係潛意識入邊一套套習慣運作。改變習慣唔係靠鬥志，而係靠設計一個你容易跟嘅新模式。都係嗰句嘅。聽完萬卷書，務必踏出第一步，你嘅人生先會改變。